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咧，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邊一啲民生需要，我哋去禱告。咁根據中國新聞網最近一篇嘅報道咁講，佢話近年大規模嘅平台發展咧，已經令到好多公司組織發生巨大嘅變化。互聯網將外賣員啦、網約司機等等嘅藍領嘅工作平台化，甚至推動去到好多白領嘅工作添啊！面對人工智能俾各行各業帶嚟呢啲嘅變化，有啲嘅職場社交求職招聘嘅平台咧，已經開始設想未來嘅招聘場景啦。喺整合所有勞動資源，更多白領會受僱於一個分化各種工種嘅平台噃。通過 AI 將任務拆解之後咧，再交俾每一個具體嘅人嚟到執行。咁樣嘅話，受 AI 嘅影響，僱傭嘅關係、公司嘅結構組織等咧，都將會發生深刻嘅改變嘅。我哋一齊低頭嚟到去禱告啊！天父，我哋願你帶領 AI 嘅應用，唔僅推動效率同埋創新，更加帶嚟咧一個更加公正、更加包容嘅一個職場環境。願意各行各業咧都能夠喺新模式嘅裏邊獲得呢個平等嘅機會同埋尊嚴，彼此嘅關愛，彰顯主你嘅慈愛同埋信實。我哋同心仰望、禱告、交託，奉耶穌嘅名，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希望咧約定你哋繼續下個禮拜，我哋一齊守望神州。拜拜。